民歌王子歐瑞強舉行1連2晚嘅演唱會，今次亦係佢首次以生日為主題而舉辦嘅個人 show， 頭場喺3500名觀眾見證下，喺台上接受大家嘅祝福啊！多謝你哋，哇！呢個 design 真係好靚，我哋最緊要有個 design。哇！喺度有中學添啊！多謝你哋同我一齊度過咁難忘嘅生日 ，thank you。為手可創造光芒，齊心關注的波浪，記在人海中同行，但求齊力幹，將光輝灑遍每一方。如火線閃燦浪途，隨那海浪湧。小娃娃，你可知道？佢落返嚟比雪為高，才會後來人人內心總有緣，誰願計走幾遠？不計走幾遠？哇！我都唔知講咩好啊，因為其實我平時都好叻講嘢嘅，但係去到臨尾嘅時候咧，都淨係識講多謝，因為即係好感動。因為咧好多粉絲嚟晒啦，全部塞到冚晒。咁但係即係好難得嘅，好嘢都唔肯走啦。咁同埋大家都個樣，我一路都有睇住，即係有個反應啦。咁所以我好中意唱現場，尤其是咧每年我都一定要同即係所有嘅粉絲聚下會啦，每年起碼一次啦。而今年咧更加特別啦，因為70大 show 嘛，一生人一次嘅啫嘛。咁但係咧我從來都唔搞生日 party 嘅，咁一生人第一次搞生日 party 咧，就全部嚟晒同我一齊慶祝啦，咁我好感動，好開心。Albert 喺圈中人緣甚佳，頭場更獲胡楓、薛家燕同鄭國江等到嚟欣賞，見到一眾前輩喺台下支持自己 ，Albert 都喜出望外啊！我好坦白講咧，我係一個好懶嘅人嚟，我好少邀請圈中嗰啲嘉賓嚟嘅，即係坐喺下邊撐場嗰啲咧，從來冇嘅。但係呢啲咧全部自己嚟㗎，自己修哥、胡楓啊、家燕姐啊，好多啊，賈思樂啊咩咁佢哋即係佢嚟我就好感動啊！哇！你點解會嚟嘅？咁即係因為我真係冇邀請到即係我驚唔好意思啊！因為咧如果邀請得多咧，佢又唔好意思唔嚟咁樣啦嘛。最緊要就係佢自己得閒啦同埋咧最重要就係佢哋係我嗰啲明燈嚟㗎。阿修哥同埋家燕姐尤其是，佢有佢哋兩個仲喺即係娛樂圈咧咁閃亮得咁輝煌咧，我就真係要學習。